尖沙咀好時中心翠湖金閣飲下午茶。港鐵尖東站 P2 出口出站後向前行，行兩3分鐘就見到好時中心。入商場搭電梯上1層就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下午茶2點至3點半，茶錢13蚊，點心大中小點一律21個8，特點38個8，頂點41個8，埋單唔可以用八達通，200蚊或以下必須用現金。下午茶點心18蚊起，2款18蚊優惠點心，2至4位可各選1份，5位以上可各選2份。下午茶 XO 醬牛肉腸粉18蚊，牛肉腸粉加咗 XO 醬，幾特別，腸粉幾滑，餡料豐富 ，XO 醬少少辣，好食。生滾皮蛋瘦肉粥大點21個8，夠熱，瘦肉係肉片，肉片淋滑，有啲生菜，唔錯。荷葉珍珠雞2件大點21個8。餡料多汁，好味。今餐埋單96蚊。